搭一条歌，你讲什么代志？美丽世界吧。嘿，因为迄当阵啊疫情嘛，其实拢过到就无啥好。迄当阵就是想讲，我希望大家会当看看这个世界，其实就水的。台湾这个较多元的国家，对，我感觉你不管是用什么款的表现，拢有人会去买单。社会来互人讲，恁的音乐陪伴伊伫什么款的时间点，伊足悲伤的时阵，我捌想着安尼陪。